由台电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勇担任团长，带领台电总处的一港福利会合唱团，甲台南区处的员工、职工所组成的蓝电凤凰合唱团，以及台南 YMCA 慈光合唱团共同举办的关怀音乐会。29号下午，伫个台电台南区音乐处的8楼礼堂来举行。现场包括台电副总经理王振勇、甲劳工董事彭志忠，拢亲自到场表达支持，场面温馨。台电公司总处的合唱团每年大概都会规划一个地方的慈善演唱会。那今年也会在台北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演唱会。那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南部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合唱团，就是台西合唱团，还有慈光合唱团一起来举办这慈善音乐会。那因为音乐好听，讲话不好听，那不再讲了哈，就请大家很开心的来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那也祝这场慈善演唱会顺利成功圆满，谢谢。我特别观察我们的合唱团，他们都有化妆哦，不是他们的衣服不灵不灵而已哦，他们也都有化妆哦。那其实我们等一下总处的合唱团也不赖的哦，那当然慈光这边也都是帅哥美女嘛那我们希望这场演唱会能够成功顺利谢谢大家，谢谢。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弱势家庭更加需要社会大众的关怀甲协助。这届音乐会关注的对象，拢是台南市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包括社团法人、台南市主工心脏协会、美善基金会、随福益智中心、甲丰家启能庇护中心等。现场主办单位嘛特别捐赠10万块的急难救助，表达对弱势族群的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